海怡老師有個任務要你幫幫手。又想我幫手做比賽評審揀人？我覺得你個 groove 幾好，音樂感都唔錯。最後仲有呢位海外參賽者，直逼5燈級數。真係唱得幾好喎，聲底好，拍子準，仲要幾靚仔添，簡直可以原地出道啦！咪住，有破綻，個口型同把聲都唔夾嘅，仲要完全冇唞氣，竟然用 AI 嚟呃我哋！而家啲騙徒會透過 AI 生成技術，例如 Deepfake 深度偽造，假扮你親友把聲同個樣，再用唔同嘅藉口叫你借錢俾佢。啲片象真度好高，騙徒又會刻意講到好緊急，好容易就會俾佢哋呃到㗎啦。如果對影片有懷疑，首先要保持冷靜，盡快透過第二個途徑直接聯絡對方核實，例如問一啲只有你哋先知嘅私事，唔好淨係相信視像或錄音啊。為咗防範Deepfake，好多銀行都會採用先進嘅人工智能技術，例如客戶開戶時嘅人面辨識，就可以偵測疑似偽造或者合成嘅照片。中銀香港提提你，有圖有聲未必真，核實身份至安心。